来找茬！别，千万别！完了，一道菜被推回来3次，皮特这次非得我翻车不可。不可能啊！最后一道菜是主厨自己做的呀。不是吧？哎呦，来！Okay, so you know how to cook steak? Come and show me. Welcome to my kitchen. Please. Have a look for yourself.我怎么感觉有杀气？别想说。真的有杀气。菲利，菲利，菲利，谢谢。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poveri ragazzi, vecchi fanciulle, ma la parrucca resta la barba, tutto poco somiglia, resta niente,30分钟。惠灵顿牛排。砸铲子！我的铲子 ！Who are you? I'm sorry. Why are you here? I'm so sorry. I know. 哎，没事。听说你们这儿缺主厨了？
们聊聊？聊聊吧。聊聊。那薪水周薪、日薪还是按小时算的？你谁呀？你干嘛监视我们？我不是监视，我不是监视。那你干嘛的呀？老实交代啊，不然我报警了，知道吗？我其实是陆主厨的崇拜者，我看到他在厨房做菜的样子，就是我心中的大师。我就想了解一下，然后想跟他学一学。那你也没见他以前那样。行行，不为难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当跟踪狂了啊！走了走了走了。先生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随便了，随便什么都可以。好。先生您好，您的饮料。哦，这多少钱啊88元。88，这么贵？20、40，就80行吗？啊，不好意思，一杯88元，不讲价的。40、50，正好88。不好意思啊。刚过来，我帮你收拾。哪样？主厨，哦，你好，我是厨房的这个厨师，我叫小蔡。小蔡，不是把你们都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上次看到您做的那一道惠灵顿牛排，我就特别崇拜您，想跟您学，想拜您为师，但是你都看都没看到我，你就把我给开了。我想跟您学，你给我一次机会，你让我做牛做马我都愿意。你在后厨做什么呀？啊，我是二厨的助手。哎呦，二厨还有助手呢。行，那你连厨师都不是了，连垃圾都不是，是不是？那您不能这么说啊。其实我还是会的，要不我给您露两手。你给我提鞋我都不愿意，赶紧走，别浪费我时间，别耽误功夫，赶紧走。哟，哎，哦，陆大厨，主厨，陆大厨，您给我个机会，大厨，您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主厨，你让我试一下吧，主厨，我求求你让我试试吧，主厨，我求求你了，你让我试试吧，我想当厨师。主厨，我跟你说，甭跟我这儿捣乱了啊，小心我揍你啊！主厨，求你让我试试吧，求你了。我呢，就跟你说句实话，你从头到脚没有一根毛长得像厨师的，你呢就不是当厨师的料，行吧？赶紧走！求你了，主厨，我想学做菜。
你也有双翅膀，闪一场，花醒了。我认真的对待梦里的时光。我跟你说，咱那也都是从加拿大运过来。哎，老板，你看，热热闹闹说了半天了，你就干两句吧，我给你进去。你这个人啊，特别不老实。不过我呢，喜欢跟骗子打交道。来一点，9点之前送到餐厅，找我结账。哎，好嘞，您放心。陆远，你看那边那人，你认识吗？哎，走，他躲起来了。你等会儿啊，看。哟，这小子还没完没了啊！干嘛呀他？上次就被我逮着过一回。不是，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不知道他干嘛，为什么跟着你啊？过来。别看他。餐厅一小工，让我给开除了。啊？他不会报复咱们吧？不会毁我容吧？赶紧报警啊！说你这德行，不会的，他没那个胆儿。不过总跟着是挺烦人的啊。哎，干嘛呀？跟过来了吗？就是给你一警告，再他妈跟着我，让你各种难受啊！各种难受啊，听见没？我没想干别的，就想你给我个机会。给你个屁机会！走了。主播，您是我做徒弟吧？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做牛。松手！别拉拉扯扯，大庭广众之下。主说，哎呦，我不甘心啊！你什么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行啊？哎，你给我松手！这么多人，我没办法当厨师，难道连当一个徒弟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你给我松手！我踹你了啊！松手！哎呦，你干嘛呢你？啊？我觉得刚才这样不像骗人，要不你收了他。松手！哎，你干什么呢？哎呦，哎，你跟我玩泼妇这一套是吧？你收了他又不花你钱，要不万一好苗子呢？是不是？不是你告诉你哪伙的啊？不是我哪伙，我讲理。你说这样不像骗人，他不真实，会这样啊？我给你出一道题啊，用虾泥做一道甜点，要是好吃了我就收你当徒弟，要不好吃你赶紧给我滚蛋，别再跟着我啊！哦，好，行，你看是用河虾、海虾还是什么虾？大龙虾。那用那个那我用虾肉算不算犯规啊？你给我松手！这样吧，我还是多做几道让您尝尝看。傻吧你，松手！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想让你受我委屈。别碰我了，赶紧走。
哎，你没事儿吧？瞎了你，不是刚见过吗？叫什么来着？我叫蔡明俊，后厨的人叫我小蔡。你好，我叫彭家和，你叫我 Jessica 也行。真没事了吧？哦，你是不是陆大厨的女儿？不是亲生的啊，这你都看不出来，他颜值高多了。你真想当厨师啊？是梦想，是理想。那准备怎么做陆远说那甜点啊？我觉得吧，虾泥这个东西啊，它不适合做甜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海鲜都有它独特的味道。那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容易把它做腥，那又不能加热，口味会重。但是又不能生吃，生吃的话会长寄生虫，可能对身体不大好。但是这个甜点吧，它应该是甜的。如果是甜的话呢，跟海鲜这样的味道搭配在一起，就俩字就不搭。所以我觉得吧，应该是。这么啰嗦，你到底会不会做呀？会呀，只是麻烦了。行吧，那正好我也饿了，这样，你做完，我先帮你尝尝。哎，好啊，那我去买材料。有钱吗你？有啊。哇，这么多啊！给我的。给你买材料用的。走吧。哇。你们家在这儿啊？对啊。这么窄。哎，上楼吗？就在这儿。啊，请进。哇，这都是你收拾的？是啊。嘿，你这刀不错呀！我去，太自恋了啊！还刻上自己名字呀？过瘾吗？现在我都准备好了，就只等主厨收我了。你这么想当厨师啊？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你多大了？20。那你应该上大学啊。我想过一个精彩的人生，自己主宰的人生，所以我选择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想去美国读 CIA。CIA？ 不是，那你这个念完还是个厨子呀？我觉得吧，你就应该当那个 FBI。我去，这失业的人还真不容易啊！你把这工作就全给投了。没办法，混口饭吃嘛。而且网上职位还挺好的，所以我就给海投了。不是，这是你吗？这个人？哎，这张照片也太傻了吧！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啊。好。哦，还挺好，还挺好。哎，你喝点什么吗？水吧。哦，水啊。来。哎，你不跟你爸妈一起住啊？哦，我一个人住习惯了。
怎么这么香啊？我做好了这个，你要不要尝一口？好。好吃吗？好吃哎。是吗？哎，你觉得陆大厨会看得上这道料理吗？谁让我吃人家嘴短呢？这样吧，你现在赶紧再多做2个，我让他过来。啊？到这儿来？这样不好吧？真的可以吗？可以啊。谢谢，马上去做，马上去。哎，主厨，我就等一下，主厨。谁呢？谁呀？冯家和。哎，干嘛？不是你干嘛？你快给他放开！你先放开他行吗？不是，你不是让他绑架了吗？我不说绑架你能来吗？不会。哦，骗我是吧？没有，你先放开他行吗？就这个不是，你看，虾泥做的甜点它成了。对，按照您的要求做的那个虾泥做的甜点，你要不先尝尝？厉害吧？他还真给做出来了。陆主，要不您先尝尝？啊，不用了，他尝不出味道的。他呀，出这题就是为难你呢，知道吗？陆源，我替你试了啊，真的特别的好吃。什么叫尝不出味道？什么叫难为我？他没味觉。啊？没有味觉？主厨，您真的是传说中1等1的大神啊！真够能拍马屁的你。不是，我说真的，我曾经看到一本书上写过，3流的厨师做菜靠舌头，2流的厨师做菜靠手艺，只有1流的厨师，1等1的厨师大神级别的人是用心来做菜的。哇，陆厨你太厉害了！哎，瞧见没？人真崇拜你，崇拜你到家了都。说完了吗？说完了走。哎，主厨，您稍等一下，您好不容易来一回，就说点什么吧。说什么呀？这道菜啊。行，那我说说，我让你做的什么呀？虾泥做的甜点。虾肉适合做甜点吗？不适合。那你为什么要做呢？不是你让人做的吗？你是个厨师，不是打杂的。顾客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顾客要让你拿牛屎做一道甜点，你做吗？你看，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做什么厨师啊？浪费自己的生命，改行吧，走。为什么做厨师？啊？我问你为什么要做厨师？因为我妈。你妈是吃货？我妈很小就离开我去美国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在那边成家了，又生了小孩。我想去看看她。国外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些廉价的牛排馆，我就以为学好做西餐就可以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就可以去美国去找我妈，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做菜，去西餐厅打工。但是我发现，只有在后厨做菜的时候，我可以全神贯注的，然后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好像我就是为后厨而生的。没了。今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见我。啊，真的，主厨。冯家和未满18岁，你要是让我察觉到你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就把你身上长得像手指头的地方全都剁下来，做成头盘喂给你，明白吗？这呢就是你以后的工作，削土豆。想学厨的话，从土豆开始。我以前每天都是做这个工作，做了好几年了。削一个给我看看。行，你家削土豆这么削啊？姿势不对，重新练。啊？啊什么呀？不是想学厨吗？哭着喊着。好不容易给你个机会，挑三拣四，削不削？削。真削啊！来，过来。
来，把手里活都停一下吧，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小蔡，以前二厨的手下，二厨不是让我开了吗？他想留下来跟我学厨，我给他一个机会。你们记住了，以后在这个厨房里，他的地位是最低下的，是你们所有人的手下，任何人都可以使唤他，只要在工作时间之内，让他洗内裤都可以。啊！如果他不高兴了，你们告诉我，我马上开除他。好，我是来当厨师的，不是来当手下的。厨房呢，就是个战场，就你现在这个德行，当炮灰都没有资格，明白吗？这里每一个灶台都是一门火炮，每一门火炮后面都有一个炮手，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你呢就得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干掉他们其中某一个。哎，你觉得你能干掉哪一个？这个你看看怎么样？那我还去削土豆了，你们先忙。哎呦，主厨，您这么早啊？我以为我是第一个来的呢，您比我还早啊。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厨吗？今天试试你的舌头。你面前这几样，我让你尝哪个你就尝哪个，全凭味觉。告诉我你嘴里都有什么东西，都吃到了什么，越详细越好，明白了吗？明白了。吃完了漱口。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把这个喝下去。哇，好酸呐！这里面至少有半颗柠檬，然后有马鞭草和百里香。我说的对吗？漱口。把这个吃下去。我能吐了吗，主厨？咽下去。好咸的，除了咸味什么都没有了。告诉我，你都吃到什么了？培根、乳酪、南瓜、芋头，好像还有欧防风。主厨，您这是干嘛呀？你放这么多调料在里面，还放盐，放这么多，你这不是故意让我吃不出来吗？哪里的乳酪？不知道。漱口。上来。这个好吃。主厨是您自己做的吧？告诉我，这里边的酱汁是这3瓶当中的哪一瓶？这一瓶。确定吗？确定。真的确定吗？真的确定。不是。这个好吃，肉质非常的嫩。还有呢？火候掌握得特别好。还有吗？漱口。张嘴。
这个好像缺点什么？是罗勒的味道太重了。但我觉得也还好。主厨，要不我再跟你说一下这个菜里有什么？我现在不需要你说菜里面有什么，我需要你详细的描述每一道菜的味道。怎么描述啊？跟我来。你刚才问我怎么描述，就按这个。哇，这谁写的呀？哎，主厨，你找我呀？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舌头，听懂了吗？你就是我的舌头，每一道菜先经你的口，再经我的口，然后才能出菜。啊，你每尝完一道菜，你嘴上就说还行，还行，嘴上只说还行，但是动作上我没有按好。你要觉得这个菜可以过了，你就挠挠这儿。你要觉得这个菜过不了，你就挠挠这儿，明白了吗？明白了。重复一遍。如果觉得能过，就挠挠这儿；不能过就挠挠这儿。能过了，挠挠这儿；不能过了，挠挠这儿。好，嘴上说还行。好，记住了吗？记住了。来，把手里活都停一下，我宣布个事儿啊。从现在开始，每一道菜要先经他的口，再经我的口，才能从传菜口出去。什么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菜跟所有的厨师都能够学到厨艺，开玩笑让大家交流经验。他才来几天，为什么呢？常菜都是主厨干的。菜呢，最近这个土豆烧的比较怎么说怎么是，再让他听一下，像不像干？任劳任怨，最近也没少跟我表态说想要学厨师，好吧？作为我们这个厨房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发扬下去。来，掌声鼓励一下小蔡加入。对，好了，开火了。开玩笑呢。那把木头给我拿来。哦，好嘞。小蔡，哎，上菜了。好嘞。小蔡，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还行。什么还行啊？分明这道菜做的不错嘛，要多学习啊。虚心，好吧？对了。哎，给我拿5个鸡蛋。哦。就放这里得了。小蔡。哎，来了。小蔡，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还行。什么还行？什么狗屎不如的东西还行？
这道菜谁做的？滚过来！还有这个汤汁，我问你，这个百里香你什么时候放的？刚才煎鹅肝，这碗放了1分钟。您别生气，我马上重做。哎呀！ Come on, Kingdom always was. 还行。退回去重做。谁干的？ 退回去重做。重做。蜜煎三文鱼，配柠檬汁。吞拿鱼沙拉。海鲜烩饭能卖多少卖多少，争取周2之前把上周的海鲜全部消化干净。叮嘱一下啊！好，开始试菜，马上反馈意见。 不同产地的牡蛎味道差异很大，因为在不同的海域，它们要吃不同的微生物。只在法国来说，南法和北法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你尝一尝这2款。是的，是的，我以前就没有发现过这个。所以说今天我问你，是哪儿产的奶酪？你说不知道，这叫什么？术业不精。哎，主厨，我经常在崇拜你，崇拜到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我就想跟你磕个头。真的，这是不是叫五体投地啊？你就成天给我装傻啊！嘿嘿嘿，哎，主厨，您是怎么失去味觉的呀？是天生就失去了，还是后天？是不是你觉得我用得着你了，你就可以在这瞎打听装熟啊？不是那个。我跟你说，你千万时时刻刻要记住，你就是一条舌头，你只是一条舌头，啊！不该你打听的不要打听。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多说，明白了吗？明白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有啊。从现在开始，烟酒不能沾，辛辣刺激的不能沾，碳酸饮料不能沾，清心寡欲，吃素，每天早晚各1杯蜂蜜水，吃过东西马上刷牙，记下。啊，那这比出家还难啊！汉堡可以吃吗？我爱汉堡。不想学真本事吗？不愿意是吧？不，愿意。爱汉堡吗？不爱了，爱你。好，今天就到这儿，回去吧。走啊！谢谢主厨收我当舌头。主厨再见。主厨早点回家休息。主厨再见。喂，师傅。哎，你还好吗？我这特别好。哈，您教我那几道菜，我已经做得非常熟悉了，卖的也特别好。哦，好。哎，主厨，给你快菜。哦，来了。哎，师傅，那我先去忙了啊，咱们下次聊啊。哎。
你稍微动作快那么一点，大家都等着你。油温不要过高啊。哎，李哥，您的那个羊腿好了吗？你看我闲着了吗？我就2只手，你要着急你来。催什么呀你？那您稍微快一点。7号桌子。哎，那个大高，你的那甜品好了吗？那不给烤箱里烤着呢吗？不需要时间呐。你要真着急啊，上网给你订一个得了。太叔，啊，我的菜呢？你什么菜？客人催我3遍了，扣工资是不是你给我补啊？哦，是鹅肝吧？老王，哥，那个鹅肝好了吗？哎，上菜！哎，我还没尝菜呢，请吧。哎，老王哥，味道不对呀。我说你这个脑子不好使，舌头也不好使啊，再尝尝。真的不大对呀。陆主厨以前做的还陆主厨呢，靠山倒了，小鲜肉没用了。你瞅你那衰样儿，你真是以为那太子穿了龙袍就变成皇上了？那顶多就是一个摩洛拳篡了位的小翠班儿，小翠班儿。上菜。味道确实不对呀。Yeah! Come on! So watch your step, cause do what you're told. So watch your step, cause do what you're told. 哎，彭总您来了，今天开几桌了？有没有缺菜？大家储备量紧张。情人节菜单定了没？都不知道啊？哎，我话可说在前头啊。以前将来在的时候，你们多自由多散漫，我就一概不追究了。可现在这家餐厅老板换姓了，要想再跟我这混日子没戏，明白吗？明白了，彭总。去，叫蔡主厨，立刻到我办公室来。好，彭总。现在有事儿过不来。什么？你别管了，自己去。蔡明俊呢？给我出来！蔡明俊。小蔡，你3文鱼给我拿过来。小蔡，帮我拿几个盘子来。哦。小蔡，我的句子。啊？cheese。干嘛呢？都给我过来！嘉禾。干什么呢？干嘛呢？使唤谁呢？你们？我看你们是想造反。哎，还知道我是谁吗？
既然今天来了，那我就说几件事吧。这第一件，将来走的时候，把这家餐厅全转让给我的。我们有白纸黑字的合同，哪位不是文盲可以拿来看一眼，好吧？所以我是这个餐厅唯一的老板，我希望你们记住了。第二件事，刚才挺热闹呀，使唤人使唤的开心吗？我看你们是想辞职吧？有谁啊？谁想辞职？快马上说！马上啊！3倍工资的补偿金，恭恭敬敬送他到门口。谁啊？你？没有。还是你啊？没有。好，既然没有，那我们说第3件事吧，也是最重要的事儿。这身衣服看见了吧？是陆远亲自留给小蔡的，这叫衣钵。既然穿他身上了，他就是这个后厨的 chef， 陆远回来之前都得听他的。老大，明白吗？快，叫老大，叫啊！老大，挺凶。叫蔡主厨。蔡主厨。大点声。蔡主厨。好，以后再让我看见谁不听他的，直接给我滚蛋！小蔡哥哥，其实啊，这些事情你都不用出手的，怕你太辛苦了。别害怕啊，有我呢。反正都是咱们自家买卖嘛，做得好做不好怕什么呀？开心就好。而且啊，不能受累，更不能受气。你说自家人是说我吗？当然了，累了吧？累了我们就喝点饮料好不好？走吧，干活！什么玩意儿？看见了吗？现在已经骑到咱头上来了。是啊，对呀，是。可人家是老陆的钦点徒弟，将来的驸马爷。你说这大腿，咱抱还是不抱？抱谁？抱他？我不拧断他的腿。哎，干活！ Good morning， 师傅，你是不是现在刚刚起床啊？别废话，举着电脑绕屋子转一圈，看看。啊？为什么？赶紧的啊！哦，你想怎么绕啊？这样吗？这样啊。哎，师傅，你是不是着什么呀？彭家河不在吗？师傅，你也太鸡贼了吧！隔了太平洋还想监视我们？胆儿大了吧你？说谁鸡贼呢？行，咱们聊聊别的。最近在后厨没少挨欺负吧？听说今天还在后厨装上大尾巴狼了，被收拾了吧？啊？日久见人心嘛。 心个屁心，后厨就是狼窝，想当头狼，除了本事以外就得狠，明白吗？狠，能用刀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别的办法。听起来挺像古惑仔的，是吧？我回来了，哎，我买了好多零食，哎呀，彭家河。 师傅，你给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行啊，可以啊。
家里钥匙都有了。我们没有，自己开门就进了，是这意思是吧？对，这个钥匙它是我捡的，对，而且是在那个在后厨，对，捡到完了之后，我说啊不送来不太合适嘛，然后我就给他送过来了，是吧？比较需要。对。现在是上海时间晚上10点半，有这么晚送钥匙的吗？有必要吗？你手里拿的是宵夜还是早餐呢？夜宵还是早餐？其实是这样的，师傅。蔡明俊，你没忘我走的时候跟你说过那句话吧？你跟我保证过的。你要是欺负我女儿，哎，陆远，信不信我弄？吹风机呢？到哪了？我去！哎，陆远，你们俩谁把谁睡了？好。你看他吓的，看见了吧？这就是平时还管我们道貌岸然的大人们。好歹我们两个是纯洁的友谊关系。哎，嘉禾，怎么了？我们什么时候也发展成不纯洁的朋友关系？你跟他发展去吧。后厨就是狼窝，想当头狼，除了本事以外就得狠，明白吗？能用刀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别的办法。蔡主厨，我的菜还没好呢，客人催我好几遍了。哪个桌？2号桌的虾。2号桌的虾。哎，我说，这个2号台的虾好了吗？别人客人等不及了。好了，上菜吧。哎，没事呢。味道不对。我说怎么味道又不对了呢？不对。蔡主厨，那这样，您要是觉得味道不对，您受累，再重做一份。哎，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你主厨还是我主厨啊？听谁的？几个意思？几个意思？不是，这味道不对，不能上。蔡主厨，我呢就这么大本事，菜呢我也已经做好了，您呢爱上不上？哎，我知道你是个老师，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厨啊？好好学习做菜，以手艺服人。说你死心眼儿，我是夸你。我送给你那武林秘籍学的怎么样了？里面的菜学会8成了。这样，等你学成10成了，学精了，你最多也就是一个好厨师，最多也就是一个彭海呗。怎么才能当一个好的主厨啊？除了那个手艺得精以外，那人心呢？人情呢？你得做他们的精神领袖，你才能在后厨当领导者，才能做成主厨，你明白吗？你是不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哦，明白了。师傅，你等着吧，绝对不让你失望。行，最后告诉你一句啊，要想成为我，就别变成我啊！拜拜。哎，又下线了。下课了。干什么呢？我这么大个活人晃过来都看不见。哎，我正在研究我的棋子。干嘛？陆远又不教你好了吧？哎，不能这么说，陆叔叔教我们都干货。你不看看我给你的是什么呀？哦，对，看。
这我送你的啊。我衣服。哇，这是你做的？啊不，你别误会啊，衣服不是我做的，但是你看见了吗？如此特别的字母是我绣的。确实挺特别的。本来我想绣3个的，但是我这一个没绣完，我手指扎了4个眼。啊？哪儿啊？哪儿扎了眼？哎，没事儿，真没事儿。嘉禾，谢谢你。自从我妈走了以后，所有的衣服都是我自己买。你是第一个送我衣服的人。就为你绣的这个字，我一定要对得起这套衣服。拉钩。拉钩。今天大家都别忙着开工，我有事要宣布。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完全可以效仿陆远，一接手就把你们全部都开了。你们几个怎么进的这个厨房，我都亲眼目睹过。我想，除了你这个儿，没什么独一无二的。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但我不是他，我不会开你们，别紧张。但是这个刀铲摆哪儿，还有个个人习惯问题，所以呢，我对你们的岗位做了一些调整。大刚。自从陆主厨走了以后，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没少干。我没有啊。所以现在我决定，大高负责食材监管，多了自掏腰包，少了算你奖金。不是，我还得做。不愿意干可以走人。老刘，哎，你最近做的冷餐，真是狗屁不是。能减就绝对不加。既然你这么不愿意做冷餐，负责甜点吧啊！凭什么呀？毕竟甜点啊，少1分钟都不成型。有劳，受累。这小子更腹黑呢。小陈，看你最近工作这么认真，以后冷餐台你负责，啊，好好干。谢谢主厨。下面我宣布，从今天起，这个餐厅的二厨就是老李的了。现在的二厨负责老李以前管理的荤菜。你还要生我呀？我相信你的手艺啊，我还相信你能治得住他。别动，最好是乖乖听话，好好合作，这样对你我都好啊。所以呢，我相信老李一定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二厨。好了，没什么事了，大家忙吧。等等，我是蔡大主厨，凭什么撤我？不服？那好，要不这样，咱俩比试比试，你挑一道你最拿手的菜，如果你赢了，我把我的职位给你；如果我赢了，乖乖的服从安排。好了，私下雪蟹。全套太麻烦，太耗时间，就比第一道工。挑蟹。动手吧。So watch your step, cause do what you're told. So watch your step, cause do what you're told.
So watch your step, cause do what you're told. So watch your step, cause do what you're told. So watch your step, cause do what you're told. 服。服。Kingdom always was. Come on. 大嫂好。大嫂，我们和大哥接你放学。来，开始。我问你们呢，因为什么？不知道。主厨，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来，开始。我问你们呢，因为什么？不知道。主厨。再来一个，来。我问你们呢，因为什么？主厨。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大刀他说他想用刀，我就把小王的刀借给他。你爹这才死几天啊，没人管你了是不是？我问你哪儿挣的？江浩坤，我讹江浩坤了。哎呦！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还没睡呢？你怎么不敲门呀？你怎么就进来了呀？怎么了？哎，那堂吉诃德精神也不正常啊，但是他有骑士风范。如果陆主厨是堂吉诃德，我就愿意做他身边的桑丘。哎呦，我真不会跳这个舞。那你会跳什么？傣族舞啊，就这个。哎，你跳我看。行，算了，哦，可以了，继续吧，别丢人现眼。You are not a victim。知道什么叫 victim？ 受虐狂。受不了你就走啊，干嘛非跟那儿受罪啊？哪儿也学不了本事。对呀，我也这么觉得，导演。你看，以前阎王爷陆主厨在的时候吧，还好镇定。这下好了，一下不在了，走了，对不起，一下不在了，感觉不在人世。现在他走了吗？咱比那美国人幸福指数高多了，是吧？什么比美国人幸福指数高多了？全世界最幸福就是咱们俩。师傅不好了，出大事了！你怎么师傅不好了，出大事了！干嘛？是跟人打架了？哎，现在你后厨先打。你他妈看着我没事。师傅不好了，出大事了！干嘛跟人打架了？后厨的都打起来了！怎么了？
就您招过来那几个后厨，在后厨赌博，对，厨子在后厨赌博，后厨赌博。回来。我又是，哎。啊，那我陪你去吧。你不行，你去看着你师傅去。啊？哦。师傅，大叔，你可千万别把他拐跑了啊！哎，师傅，哎，师傅，这么冷，这么冷。打一会儿他更生气，我打不，你就不开。哎，瞅你这，哎，你把门踹坏了，我几个月工资呢？哎，师傅，师傅，哎呦，师傅，你又没有踹到门。我有病，谁有药？我有病，谁有药？我有病，谁有药？我有病。哎，你们不是防着他吗？陆远是他吗？我看到他了，就在那边。走。穿主席服还戴着口罩的导演，我忘记说了，